東鐵線紅磡站 D1 出口，天橋一直行，行到天橋盡頭落樓梯，落樓梯後往左邊方向一直行，行到盡頭轉左過馬路康達徑，再轉右，一直行，途經康宏廣場對面科學館道過馬路，過馬路之後繼續一直行，見到聖瑪利學校，過馬路。途經天主教玫瑰堂，一直行，行到盡頭第一個路口柯士甸路1號，轉右，一直行，行到盡頭轉左，直行，大約行30步。見到右邊有一條馬路，過對面馬路，過對面馬路之後轉右，直行，過對面馬路轉後大概行10步，變電站對面就係基恩診所。